机，走，压腿了！呀，你个土老帽，你啥也不知道！我在这测试我这个三轮车的动力呢，让你看一下，载重3吨单桥后4轮，为宁夏大哥老板定做的，1.5米宽，3米长，搭配全豪华驾驶室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，低风御寒。看一下整车大架，过来。大架选用700兆高强钢，一整根梁直接到底部，没有焊接和拼接。6块72伏大容量电瓶，轻松续航100公里以上。4节加速的一个优点，卸货轻松不费力，省时省力省人工。动力我们选择大态6线有磁同步，5000瓦电机，5000瓦专用的控制器，速比的越好，动力越足越有劲儿。单桥后4轮的设计，通过性非常好，安全性非常高，不会上画。底板、侧板2个厚的钢板，自卸升起，后门自动打开，卸货非常的方便。老铁们，这款车子载重3吨，续航100公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需要的评论区里聊一聊。